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Doris 多麗絲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之簡單嘅年糕牛肉丸湯。而家天氣好凍，中午嚟一碗，成身都暖粒粒。材料有年糕啦、牛肉丸啦，加2塊薑、皮蛋啦、芫茜啦、乾瑤柱，最後用味霸調個味。如果你口味比較清淡嘅話，落咗味霸就唔需要落其他調味料。咁首先將啲薑同埋瑤柱仔爆香先，爆香啲瑤柱仔呢就唔會咁腥。記得要落多啲白胡椒粉，因為我好中意白胡椒粉嘅味。然之後再加啲牛肉丸爆一爆佢。你都可以將牛肉丸換成雞肉啊、豬肉啊。不過我就好隨意，我去到超市見到乜嘢就買乜嘢，冇話乜嘢係固定嘅搭配。加啲滾水，吸個蓋，等佢滾幾滾之後，就可以加一匙羹味霸嚟調味。有啲人覺得味霸唔好，味精太多，咁你唔係日日食唔怕啦，你食即食麵咪又係一樣。呢啲年糕好快熟噶，你加入去滾2滾就 OK 噶啦。最後加埋啲皮蛋同埋芫茜，中意食芫茜嘅人一定要落多啲芫茜，如果唔係少咗個靈魂。如果唔中意食芫茜嘅人，可以用其他菜嚟代替。簡單快捷又好味嘅牛肉丸年糕湯可以食得啦。瑤柱仔同埋味霸加埋一齊，啲湯真係好鮮甜好正，記得一定要試一試。弟弟最愛嘅呢個係年糕，因為佢好中意食糯米啊，嗰啲好煙煙韌韌嗰啲嘢，好中意食係咪？就係咁。